台北市宝林地市逼出食物中毒的案件，针对宝林进前有检申报一间分店。台北市长赵万安强调，虽然这间店伫咧下令宝林停业的期间无偷偷开店，不过嘛是依照食安法来甲因动发。另外，宝林的保险拢已经过期失效啊，恐惊会去影响到消费者权益的问题。法务局会补卖来说明。到目前为止，增加了2例，一位门诊，一位急诊。宝林地市疑似食物中毒的事件，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告早起证实，台北市增加2例个案，目前台北市已经有13例。另外，宝林老部一间分店马来西亚素食料理，虽然这间店2728拢无营业，不过依然依照食安法来动发，并没有如实说有另外这家分店，我们也依照食安法会来进行开罚。同时，对于产品责任险并没有缴费而保单失效，我们一样会依法来开罚，都会酌情从重来开罚。宝林的产品责任险甲公共意外险拢已经失效，法务局也要求管办大时代产险要调查清楚承保的范围，按算下晡记者会说明进度。另外，宝林地市3月17到25总共有91笔的消费，也公布伫个卫生局网站，只是传出死亡受害者家属被提告病院。台北市医师工会烦恼会打击医疗团队的士气。期待看到政府发挥的作用是，在这个调解的过程中，政府卫生单位能够引导家属用理性的态度来面对这件事情。台北市医师工会也呼吁病院。爱对勘察事件的员工尽到完善保护责任，唔通让当事者承担争议案件无确定性，也有患者家属落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